来明白啊，如摕南部过来的时间，来摕拖延啊，如果来从那一件唱片行，一件唱片行呢，你哪去个佢很喜欢音乐，哪去个没有搞 DJ， 所以呢，5年前呢发现中乐居然有一间这么大的，如卖唱片呢，然后有 QA。没有过行呢，所以俺明白啊，如过了的时间，俺如果早一点时间，啊一定会过来要跟唱片行来看他的唱片。你睇美国啊，有做一个统计，更加全世界啊，给 CD 的销售量啊越来越少。但是呢，个唱片的销售量现在居然超过 CD 了。如几多年本上高多呀唱片啊，几老的人听的东西，但是越来越多年轻人一听音乐可以用唱片的方式来听，哦，所以那个唱片的销售量居然超过 CD 了。你看一下唱片呢，有几多不同的类型，像呀爵士的 Miles Davis， 还有来俺们高雄的 Blackpink 的。朴彩英呢 ，Rose， 底部有一首歌的啊，新人的拢会唱，如果阿帕子哦，没有安尼唱片，俺根本就看到有一种，俺一听都会买的，不会那种，哦，新出的热腾腾的，没黑一个客家歌手，客家人哦，一个客家人，他叫做郑双双。通常。俺们买到新的唱片的时间啊，俺们会拿起来看一下，那个唱盘哦有没有刮痕，所以买的时间会看一下。我更加比较喜欢。听那个黑胶唱片，因为俺没有听串流的音乐，俺按赞那个有6700，你是一首一条歌的，几多歌的。但是俺平常哦听那个串流的音乐的时间，拢周思齐啊，唔会过准时去听音乐啦，就把它当一个背景音乐。但是呢，来听那个唱片的时间啊，你唱片啊。我要很仔细听每一首歌，我底下也个盘啊，这完米的时间，我去把，然后去把编过来，再听其他的歌，这样你就会很专心，然后你的心情会静下来，啊，可以就是很仔细的去听你现在歌到什么段落，同时你会很仔细的听每一条歌诶。他的用心之处，或是很细腻的地方，啊，如果强迫你去用这个仪式感来完成你听音乐的乐趣，那你就在中间其实会获得很多在音乐上面不同的心境。